嘛是新的消息，这是法务部矫正署屏东嘉义早暗6点外有发生火灾，屏东的消防局赶紧去拍火，火加在伫半点钟内就拍花，无人伤亡。到达现场为车检站旁小办公室发生火灾，延烧到旁边的车间，燃烧面积大约15平方公尺。先利用场所的室内橡酸控制火势，并由消防队出役水线扑灭火势。起火原因待查，无人员伤亡。屏东嘉义经被车的保养厂这个办公室，那亲像是电线烧拍电引起火灾，加在经过抢救火。半点钟内顺利拍花。屏东的嘉义市表示，导火所在是伫嘉义的入口行政区内底，甲关受刑人的所在阁有一段距离，所以这火是无去烧到嘉义内底。而且这个火半点钟内就已经拍花，无人伤亡，有惊无险。